來看新德縣尖石的水蜜桃，即馬是拄好會當收成啊。這雞農呢是趕時間來搶收，因講若準照較早的經驗來看，風颱來掃一擺，安尼水蜜桃產量就會減一半。大家只通趕緊想辦法來降低損失。芳閣大粒的水蜜桃，互人看到真想要咬一喙。4月到8月食水蜜桃當着時，不過個即馬果農是頭殼摸咧燒，都驚風颱影響收成。颱風又一來，都還沒採到啊，2成了，哦，完蛋了這個。新德縣尖石鄉因為環境好，水質清氣，種出來水蜜桃真出名。果農聽到風颱要來，趕緊採收，各用網啊，把水蜜桃樹砍掉，希望來降低雨水對水蜜桃的傷害。沒有熟，你也不能採啊。啊，所以現在是看天吃飯，怕不怕損失啊？當然啦，1年只有採一次。尖石鄉水蜜桃今年4月，都因為受大雨水影響，收成比過去減5成。即馬再面對風颱，果農有夠煩惱。當然會損失了，一粒會不剩了。這個颱風一來，全部都沒有了。我們做這個果農太累了，今年又量少，這一次給他疏失，颱風一疏失，我們就完蛋了。這1年就沒有飯吃了。面對八位風颱愈來愈近，靠天吃飯的農民攏唔敢大意，敢若會當5萬降低風颱對台灣的影響，莫有辛苦1年的一切無采工。記者杜君豪，新竹報道。